該當年喺退休過後，如果想去回到山下度行，過安逸自在嘅日子。本但喺苗栗時期開朝上嘅劉順光兩公婆，喺參前作為安尼嘅結天，一旦歸去山下，漸漸嘅為20年嘅人生模樣。去到南莊嘅山頂，條下馬嘅東模，一旦係先起嘅蘇草為屋嘅來開隔壁屋，而家家都未睇該天然嘅生態當中。劉順光就以為用畫筆來記錄睇下高二嘅想法，一團漆片上嘅石頭拿來盡做畫圖紙，一筆一畫畫出佢夢想當中嘅山中傳奇。順帶慢慢白白的山路景色，從開通發片劉苗祖國嘅路卡用嘅。試過一粒一粒崩卡過後，係全無相同嘅景色。看到被一間木草屋嘅係一間隔壁屋。但係劉順光自家打造為夢想天梯。上一做這要不得了的夢想就是，就很天真啦，哈，還想請一塊梯，唔是租金，水彩啊樣高，反正美麗山島嘛，啊，還有喜歡青山綠水啊。這塊路係劉順光水彩搞備成果，本來第四期開24點鐘朝上嘅意，想要改變身份，就講要借位拐到山空來。你講你山空啊，你就到櫃台，有人來你就數錢就好，你就坐櫃台就好，好完全冇空樣，馬開路一起嚟做。細細時候我有個書籤，我有晨昏海景哈，哎呀。迄個地方像書籤上面安尼景觀啊，哈，安尼不是很美嘛？那是第一印象。快啲山下邊那個嘅隔壁屋，冇做廣告，也冇宣傳發通，安樣嘅想到寧夏去喏。蔬菜可以用，看得到天然歸納嘅景色，空氣又好。劉順光畫出來嘅作品，韓國係歸鄉人嘅素材。就是色彩繽紛啊，覺得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，對啊。可是網絡上有寫說，他好像要經過一小段那個，可是真的，沒有想到，還真的是蠻山裡面的。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開車開這麼深山，然後那個路就是不是真的柏油路的，就一路上開起來有點怕怕的。不過進來以後就覺得啊，世外桃源啦，還不錯。它彩繪還蠻多的，我覺得還不錯，就是感覺有一點點異國的風味吧。唔單止拿塑料來畫圖，劉順光還個針對嘅係，跟一粒一粒石頭變出各種各樣嘅東西。像係一隻馬尾，看起來鬼刺彩，就像真件嘅樣嘅。行家也計看起來像唔同嘅素材，荷花開到鬼鬧，按到啲馬啲水調度潮來潮去。啲染石頭啊，染一啲嘅石頭做嚟，冇嗌唔可以搶墨嘅。然後眼來看得出來，畫我實在就，哎呦，很強哦！歸去山下度風過年的，劉順光喺前轉做新年嘅家下嘅興趣畫圖，以前間石頭是搶來畫大石上去，用吹風機吹走來，再個一層一層嘅畫出其他嘅花樣，一筆一畫都歸用心。發展圖畫嘅劉順光看起來佢滿足，歸心都咪啲自家嘅世界度風。找到那個救國團有那個鄉村木頭彩繪的課程，他幫我報名，就叫我去學。剛來以後，我就發現，哎呀，這就是我想要的，可以畫在家具上，可以畫在面紙盒上，實用的家具上。我想說，那這樣子，那我就。咖啡屋到處畫，那也不就可以營造特色，而且都不會壞掉，啊，就開始。皮很薄，哦，好可愛，這看起來有點像假的啊。作品就畫到像真件嘅樣嘅，本唔出真假，仲有隻怪嘢，
刘顺讲不但很想唔到，这个是奶球八嘅，一行剑将发现係一隻上上嘅強怪嘅天地野作品風，以此度歸神奇。是我们的偶像啊，他又会自己弄咖啡啦，又会画画啦，那做很多很美好的事，让这个地方环境可以深色很多嘛。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样子的邻居。零三係劉順公兩公婆，啲亞三亞都鄉講你哋嘅前嘅六家年，俾係演飲食睇次演嘅欣賞。出題目錯嘅物嘅係請專業嘅人來起嘅，其他嘅單單都係自家來做嘅。劉順公講，盡量維持三亞本地嘅用嘅，做好生態保育，係啥基層業都有嘅看法。先來的鄰居就本來管嚴哈，就保護這山林，用以自然，不要去用機具開發。來對呀，都市人嘛，就唔啲，看樹看咧，可以對症，壓植物，爬樹當林樹龍，這個風藤，開始會認識。當你認識它之後，你就會保留佢。對，這是咖啡這是長滿了果實，阿拉比卡咖啡。出題處理硬體設施，沿兩公婆未打錯，要特別嘅環境，唔單止種嘅各種樹木，還種嘅雜蠻多花。看下去，堅強嘅山下當中，色彩美加貴豐富。畫圖畫橋嘅整理山坡就是當作運動，希望規日抽燈呢。這是我的健身場。傍晚4點，我就割草機背起來，就開始割草，這樣子。流汗了我就休息。那完蛋了，到現在還沒蓋起來，因為他常常算錯。上外個唔求名唔求利嘅你哋，本入啲土地上到嚟到也被劉順公行業三亞度，順應環境，你哋過來安逸又自在。就想說能夠改嘛夢想去走嘛，那大不了下山重新再來嘛。我覺得50而知天命嘛，我這輩子來如果能夠畫些人家喜歡的東西，也不錯，能畫就盡量畫。離開吵吵鬧鬧的都市，為20年呢，劉順公畫出以夢想當中的山中傳奇，人生來到半路暖的世界來冒險。就等自家心肝跳度嘅上夢，間歸路嘅看到嘅景色，路畫起來，將保養嘅留下來，也人生加貴多彩，加貴豐富。